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变化，因为风面的影响，全台湾天气拢无稳定。台东市的民众伫今日透早的时呢，互连续这个雷公四呐咧行精神，而且是透风兼落大雨，未输是风台天。台中气象站是表示讲，这主要是因为这对流较旺盛，一点钟内就出现711摆四呐。 这是台中市透早4点的天顶，唔若落大雨，同时阁有雷公闪呐。雷公闪呐真大声，有真侪人会吵精神，有袂少人翕到大雨雷公闪呐，袂输风台天的惊人画面。 台中市全区拢落雷公雨，台中气象站统计，透早4点到5点，以台中气象站为中心，40公里范围内总共出现711摆四难，各到1号后里路段，因为落大雨，能见度较无50公尺。苗栗三义地区嘛是落大雨，路面甚至有积水。这个梅雨锋面的影响，然后梅雨锋面的特性本来就是短时强降雨，台湾海峡那边刚有一波比较强的那个对流回波，从那个海边那边一直移进来，雷雨交加。台中气象站表示讲，这波梅雨方面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波的梅雨，到27以后，天气对较回，时候对进入炎热高温天气形态。